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贵宾，他是文教中心的副主任钟佩珍主任，请上台帮我们祝词，谢谢。钟副主任伊新上任无偌久，大概咱的吴主任在场的时候，咱钟副主任拢点坐伫遐。今仔吴主任无伫，所以钟副主任要特别跟我们讲话，好不好？谢谢副主任。大家好，北加州台湾长辈会庄丽华庄会长，还有在座所有历任的会长、廖医师，还有各位帅哥美女，大家好。很高兴今天可以代表我们侨务委员会吴欣欣委员长，还有中华民国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的马中礼马处长，还有我们侨教中心的吴玉华吴主任，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。我自己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角色，平常可能都不多说话。但是为了家庭，为了妻子，为了小孩，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，爸爸就像天一样，对不对？永远在前方奋斗拼命，为了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安定、很坚固的一个家里。所以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过88父亲节的，就是只有我们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好的语言就是88，就是父亲节，所以我非常赞同刚刚庄会长大家看到我是不是看到像女儿、像孙女这样子？所以我一定要跟在座所有的爸爸们，爸爸，我爱你，祝你跟所有的妈妈、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副主任。谢谢。